作為男人，一定試過俾 P 圖呃過無數咁多次。一個攝影比賽，攝影師將佢得獎嘅作品執相嘅過程全面公開，呢個震撼彈引起大家熱烈嘅討論。有人讚佢有創意，定係 P 圖可恥啊？呢樣嘢真係有排拗。但係執相嘅嘢點會而家先有啊？早喺100年前已經一班執相高手用佢哋嘅作品呃晒全世界，仲改變咗世界嘅格局。黃高高有日，黃高高有日。我哋去到蘇聯成立之前，1920年5月5日，蘇聯革命領袖列寧喺莫斯科嘅斯維爾德洛夫廣場發表佢嘅講話。企喺列寧下邊有一個人叫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係列寧嘅得力助手，列寧嘅接班人。作為二當家，老細講嘢，托洛斯基一定喺現場指指點點啦。咁聽日我先可以上 A1 頭版噶嘛。但係第二日打開樓下派嗰份文匯，睇勻個 A1 都揾唔到自己嘅，原來背後搞事嗰個人係佢。Stalin was the first of the two to be a mass murderer. 當時史太林同托洛斯基爭緊上位，史太林為咗做到好似列寧嘅唯一接班人咁，其實佢就成立咗一個秘密嘅 P 圖小組，技術拍得住你女友。於是史太林就下令將托洛斯基 P 走，背後啲建築物就重新人手畫過，睇落去天衣無縫。P 圖後，托洛斯基好似嗰日請咗 sick leave 咁。Meanwhile, this ma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riminals in 正所謂 history. 偷食嘅嘢有一次，自然有第二次。呢張列寧同史太林坐埋一齊合照，喺蘇聯嘅報紙度廣泛流傳，睇落去兩個人好似老 best 咁。但實際上，其實列寧同史太林已經擘晒面。列寧嘅老婆仲批評史太林份人好老土，總之我就唔 like 佢，要踢走佢啦。史太林為咗掩飾佢嘅批評，刻意通過宣傳塑造自己同列寧嘻嘻嘅關係。所以史太林首先揾佢老細影翻張 selfie 先，之後 P 圖小組又要出動啦，拎張相去大執先。首先我要幫我老細搞到啲皮膚滑滑咁，等人覺得佢年青又靚仔，吸引啲女選民。但老細細個嗰陣時得過一次敗血病，左手就發育唔健全，咁我唯有將佢隻左手放翻大啲，同右邊一樣，唔好俾人睇到佢有咁嘅缺陷啦。同埋我要突出我老細比列寧更加英偉，我就特登將佢放大啲，睇落去威猛啲。呢張相真係幫我老細鞏固咗權力，令公眾相信佢就係列寧唯一嘅接班人，影響咗蘇聯嘅政治格局同埋共產主義嘅未來。Came along and turned anti-communism into something bigger and more dangerous than anyone. 砌人生豬肉就唔係鵝仔先識嘅，其實 Uncle Sam 都有呢招。喺1950年，美國冷戰初期，反共情緒高漲，參議員麥卡錫聲稱國務院有205個共產主義者，但係馬里蘭州參議員泰丁斯領導嘅調查小組揭穿呢件事係假嘅。你呃人唔好講。當時麥卡錫同泰丁斯鬥過你死我活，就係冷戰時期美國政治嘅縮影。麥卡錫用反共為名攻擊佢嘅反對者，試圖建立自己嘅影響力。泰丁斯嘅調查小組就踢爆咗麥卡錫，令到佢冇晒 face 啦。於是麥卡錫就諗計做佢世界，令到泰丁斯就冇得再連任呢個參議員。麥卡錫同佢嘅盟友就開始策劃一場抹黑嘅行動啦，目標就要摧毀呢個泰丁斯嘅政治生涯。泰丁斯都唔係冇料到㗎，佢1920年就已經喺馬里蘭州從政，擁有4屆參議員嘅經驗。而麥卡錫就係威斯康辛州嘅共和黨參議員，以反共立場出名，同而家美國嘅政治環境好似㗎。但喺冷戰嘅恐慌下，麥卡錫係得到唔少支持嘅，特別係佢提出嘅麥卡錫主義。From Maryland comes the upset of the day.
Republican John Marshall Butler, a lawyer running for his first office, defeats Millard Tydings, who rejected Senator McCarthy's charges of communism in government. 我點樣可以令到泰丁斯冇得做參議員？我一於出張假相，砌佢生豬肉啦！ Millard Tydings and Earl Browder, the hea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我哋講翻張相先。嗱，呢一張呢就係一張合成相嚟嘅。第一張相喺1938年，泰丁斯就喺度聽緊收音機，擺緊 pose， 慢慢咁俾個攝影師喺度影嘅。嗱，第二張相呢就係1940年，美國共產黨黨員布勞德喺演講之前個姿態充滿說服力。呢張相係一個公開場合影嘅。嗱，值得一提喎，技術人員就將呢兩張相嘅主角剪咗出嚟，再用剪貼嘅技術將佢哋黐埋一齊，做成一個假象，就好似泰丁斯同布勞德喺一場交談咁。為咗確保張相睇落去自然啲，佢哋就調校咗個光暗同背景，例如佢哋兩個人嘅光線嘅方向啊，修補背景嘅罅隙啊，調整曝光同對比啊，確保冇明顯嘅破綻，造成統一嘅效果。值得一提，呢張相其實有寫住合成相喎，但當時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合成相嘅，佢哋以為係超合金啲 friend， 尤其是喺50年代嘅美國，影相又唔普及，好多人見到相就以為係真㗎啦。嗱，呢張合成相咧，最後都印咗喺本小冊子上邊，而本小冊子喺最後一個禮拜咧就派咗30萬份。喺反共情緒高漲嘅情況下咧，對泰丁斯簡直係一個致命打擊啊！嗱，選民睇到張相就以為泰丁斯同啲共產主義者有勾結啦，你兩條友仲唔係有路？最終泰丁斯就輸咗個選舉啦，個議席咧就落咗去麥卡錫嘅支持者手上邊。事後咧，泰丁斯都有向參議院投訴嘅，話麥卡錫出茅招，但當時選舉又冇咁嚴啊，調查結果都係話麥卡錫係衰仔噶啦。但係你下屆都係再努力啦，你得噶啦，俾心機，我睇好你啊！呢件事助長咗麥卡錫主義，推動呢個美國反共情緒嘅擴張，影響咗冷戰時期嘅政治氣氛。講到 P 圖，sorry 係優化，點可以唔講我哋偉大嘅毛主席呢？喺1950年代，毛主席已經係我哋心中嘅紅太陽，偉大嘅黨核心領袖。佢為咗我哋可以好好咁欣賞佢，啲相唔優化過，點樣可以放落佢本小紅書度呢？毛主席就喺1956年7月16號喺武漢就長江游水。其實當時佢已經73歲㗎啦。呢件事被視為一個政治宣傳嘅象徵，顯示佢老人家又健康又靚仔又有領導能力。呢次游水咧就認為係文化大革命嘅前奏，但係而家革命我就唔敢講啦，所以我將佢優化下，叫做紅色文化 cosplay 大步走嘉年華，成為毛主席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嘅時刻。原本張相咧就顯示阿毛主席皮膚就有啲鬆，塊面有少少水腫，腹肌又得一嚿，仲有少少拜拜肉添。但優化咗之後咧，毛主席咧就變成一個充滿力量嘅領袖啦，皮膚又歪一歪，肌肉線條又突出，調整埋曝光同對比度，周圍咧仲加大咗水流拍打嘅效果，營造一個年輕有魄力嘅形象。強大嘅自然環境中，仲依然可以從容不迫，喺咁大條長江游水都好似喺 BB 池游水一樣咁輕鬆啊！當時報道仲話毛主席喺長江用咗65分鐘游15公里，時速仲達到每秒3.82米，仲快過食咗藥嘅孫楊啊！但係通過修圖同報道之後，進一步神化咗我哋嘅毛主席形象。優化咗張相之後，唔單止強化咗我哋毛主席嘅領袖地位，仲推動咗紅色文化 cosplay 大步走嘉年華嘅熱潮，影響咗一代人嘅思想同行為，但同時製造咗一個超人嘅形象。喺1966年，紅色文化 cosplay 大步走嘉年華開始啦。毛主席嘅形象被神化到一個極點，佢嘅相片已經放晒本毛語錄上邊啦。佢嘅相片同毛語錄係無處不在啊！當時毛主席嘅相仲被優化得更高大、更威嚴、更靚仔、
背後仲加翻個光環添。嗰陣時啲 fans 多到唔止可以佔領姜濤灣，直頭可以攞埋條巴拿馬運河翻嚟添啊！P 圖可以將平凡變得不平凡，但喺政治上 ，P 圖永遠都係政治工具，操控人心，改寫真相。以前冇 Photoshop 嘅年代，靠嘅係手工技術，雖然方法原始，但影響巨大。從抹走政敵到美化領袖，改變歷史嘅軌跡。以前嘅人相信相片就係真相，但到而家係唔係真係有圖有真相呢？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 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下次我哋講咩？記得留意啊！